外界对于这个副手的形容有多种版本出来哦。那今天早上郭先生其实对于副手人选他也没有多做透露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都不能够先讲哦，就是怕会见光死。那副手人选其实他也已经都有定见了，基本上今天早上他还是在关心的就是国际的局势，还有经济的局势等等。那同时也了解一下，比如说像5G啊，0到6岁国家养，还有外交方面的局势，跟各界来交换意见。所以对于外界所传的副手人选可能有什么因素啦，或跟他互补啦，或者什么政治考量等等哦，其实我们幕僚并不清楚。那这部分是郭先生他自己决定的，所以是有点卡关跟难产这样的感觉。不是，他刚才已经讲了，他已经胸有定见了嘛，所以并没有卡关这件事。所以外传郭董说副手可能会找李继珠。没有，副手人选这部分没有，因为他没有跟我们幕僚任何的透露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其实之前有一些人选都蛮优秀的人才，那因为媒体报道之后，可能就见光死。那不管有接触或没接触，其实我们都很想争取这些很优秀的人才，但是媒体报道之后，变成我们可能也不能接触了。所以这部分现在就是在他的心里面，那个名单是在他心中的。对，现在是副手定了，但是董事长自己的决定还没有定呢。其实今天早上的感觉是他已经胸有定见了。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，董事长有特别强调，就是一种态度、一个方案、一个决策。这在他的做企业的方式里面也是这样。他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。如果今天他有任何决定，我们会开记者会的话，其实也都会是在最短时间之内把它筹备完成的。所以就变成说，今天不会有记者会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就是可不可以在静候，明天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部分其实我们签了户籍，也思考各项的可能性啦，对。所以不排除选立委。我们就思考各项的可能性，就是还在想想看到底要怎么做，是为台湾好，我们借由我们的力量能够做一些改变的。是双方团队讨论哪里？你是，请问一下，那个经理，你跟新姐好像都签了吗？是签到哪里？那宇轩有没有签？宜轩没签啦。那你是签到哪边？我桃园八德。那个宜轩是新宜是北区是不是？那个北要问他一下，对我们不是很清楚，对。所以是郭柯两阵营讨论之下，在讨论到立委提名的时候，把你们两位一起纳入讨论，这样吗？当然就是会有各种的考量啦，然后各种的可能性。那我们就是做好完全的准备。那如果说之后有需要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可以协助的话，当然我们就是尽力而为。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区域，就是八德区跟台中北区这样子？这有一些战略上的考量。那什么样战略考量？这个我就先不透露，这样子。如果之后说事情有确定的话，那再跟各位报告这样。是因为北区那边的立委比较挺韩鲜明不是，是因为我本身是台中人。北区那边比较深蓝吗？各种考量啦，各种评估，对。所以有信心在蓝绿之中突围，还是很有信心。将来如果说事情有确定的话，有这样更进一步的消息，或者是说规划的话，一定会统一向各位报告。